Bible Story。耶穌同佢嘅門徒離開猶太去加利利，佢哋經過一個叫撒瑪利亞嘅地方。中午時分，天氣好熱，耶穌嚟到雅各井旁邊坐低休息，門徒去咗入城買食物。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嚟到井邊打水，佢獨自一人準備裝滿佢嘅水罐。耶穌對婦人講：請俾啲水我飲。婦人好驚訝，因為猶太人通常唔同撒瑪利亞人講嘢。婦人問耶穌：你係猶太人，點解向我呢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飲呢？耶穌講：如果你知道上帝嘅恩賜同我係邊個，你會向我要水，我會俾你活水。婦人講：先生，呢個井好深，你冇打水嘅工具，邊度嚟嘅活水呢？耶穌講：飲呢個井水嘅人仲會再渴，但飲我俾嘅活水就永遠唔渴。婦人講：先生，請俾我呢個活水，俾我唔渴又唔使再嚟呢度打水。耶穌講：去叫你老公嚟。婦人答：我冇老公。耶穌講：你講得啱，你有過5個老公，而家嘅男人唔係你老公。婦人講：先生，我睇你係先知，你點解知道我嘅事？婦人講：我哋嘅祖先喺呢座山上敬拜，你哋卻話必須喺耶路撒冷敬拜。耶穌講：時候將到，真實敬拜嘅人要用心靈同誠實敬拜上帝。婦人講：我知道彌賽亞要嚟，佢會告訴我哋一切。耶穌講：我就係佢。婦人聽到耶穌講佢係彌賽亞，驚訝到忘記咗水罐，急忙跑返城入面。婦人對城入面嘅人講：嚟睇一個人，佢知道我一切，佢會唔會係彌賽亞？門徒返咗嚟，睇到耶穌同婦人講嘢，覺得奇怪，但冇人問耶穌。耶穌對門徒講：你哋睇下田入面嘅莊稼已經熟咗，可以收割。城入面好多人聽咗婦人嘅話，紛紛出嚟要見耶穌。撒瑪利亞人聽咗耶穌嘅話，好多人相信佢就係彌賽亞。耶穌喺撒瑪利亞住咗2日，教導佢哋關於上帝嘅愛同救恩。好多撒瑪利亞人講：我哋相信耶穌，因為我哋親耳聽到佢嘅說話。耶穌同門徒繼續佢哋嘅旅程。撒瑪利亞人心中充滿喜樂同盼望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